大家好，歡迎返到我哋嘅 channel。今次我哋要帶大家去一個地方，江門台山。台山呢度有個好威水嘅稱號，叫做中國第一條鄉。行入台山城區，你會見到一片充滿歷史感嘅騎樓建築，成個天然攝影棚咁，仲有小廣州嘅美譽添。台山仲有超過1萬棟碉樓、洋樓，每一間都係海外華僑建設家鄉嘅心血。講到台山，仲有樣嘢一定要提，就係美食啦。台山嘅黃鱔飯，乾濕適中，軟硬有度，鮮香四溢，係台山歷史悠久嘅特色名菜。五味鵝選用當地嘅黑中鵝，5種味道交織，食過都話返尋味。今次呢個3日2夜嘅行程，我哋會由福田口岸出發，去到台山康橋溫泉度假酒店浸溫泉、玩水、食好西，仲會去打卡玻璃教堂同參觀透明工廠。跟住我哋嘅鏡頭一齊出發啦！依家我哋喺車上，由深圳福田口岸出發，大約3個鐘就去到台山噶啦。出發之前，希望大家訂閱嶺華旅遊嘅頻道，讚好、留言同分享條片，多謝各位支持。終於到埗啦！第一站就係食個靚午餐，2加1夜情滋味宴，聽個名都知係海鮮主題，好多地道嘅台山海產，即捕即煮，好鮮甜噶。台山宴啊嘛！食飽飽，我哋就去今晚住嘅酒店——台山康橋溫泉度假酒店。呢度係國家4A 級景區，坐落喺一片青翠嘅丘陵山谷中，風景如詩如畫。呢間酒店集溫泉、水上樂園、美食、攝影基地於一身，今次真係有排玩啦！跟住就係重頭戲——四季溫泉水上樂園。呢度嘅水上樂園設有動感海浪池、漂流河，但呢個要夏季先開。仲有水上兒童世界，水溫維持喺36到38度，大人細路都啱玩。玩到攰攰地，又未到食飯時間，點算好？唔使驚，呢度仲有國粹活動，打麻雀。晏晝2點半到夜晚11點半都有得玩。我哋成隊人有2張台，唔使爭。夜晚就係康橋走地雞宴，台山嘅走地雞肉質結實，雞味濃郁，配上佢哋特製嘅醬汁，真係食指大動。夜晚重頭戲，任浸珍稀天然溫泉，呢度嘅溫泉水溫高達90.5度，含有偏直酸、離、絲、臭等30種微量元素，浸完皮膚滑捋捋噶。日頭玩水，夜晚浸溫泉，成個人由頭鬆到落腳，真係超級 relax。Nice。浸完溫泉，成個人都軟晒，返房唞一唞，聽日繼續玩。第2日朝早起身就係酒店早餐 buffet，選擇好豐富，中西式都有，食飽先有力氣繼續玩。食完早餐，我哋繼續任浸溫泉區，呢度有超過100個唔同主題嘅溫泉池，搵到我嘅處女座之處，仲有用星座起名嘅溫泉，每個池都浸一浸，真係人生一大享受。午餐係客人自理，我哋梗係要把握機會，試下台山最出名嘅黃鱔飯同五味鵝啦。食完午餐，我哋去咗一個超級適合打卡嘅地方——玻璃教堂。呢度係康橋嘅攝影基地園區，分為美式風情區、巴厘島風情區同地中海風情區。呢度真係點影都靚，唔使專登飛去歐洲，喺台山就影到呢啲婚紗照級數嘅相。晚餐本身係食圍餐，加多20蚊每位，直接升級自助晚餐。夜晚又到咗雀友最期待嘅麻雀時間，今朝玩水，晏晝打卡，夜晚食好西，再加2圈麻雀，人生幾何。第3日朝早，繼續酒店早餐 buffet，食完呢餐，我哋就要準備回程啦，真係有啲唔捨得。今日朝早係自由活動時間，我哋決定喺酒店周圍行下，呼吸下新鮮空氣，享受最後嘅休閒時光。午餐係台山地道農家宴，台山嘅農家菜最緊要係新鮮2個字，菜係田邊即摘，雞係附近走地，簡單煮就已經好好味。食完午餐，我哋就去最後一個景點——康臣會見透明工廠。呢間工廠係珠海金灣區，屬國家4A 級工業旅遊景區。成間工廠採用全透明玻璃設計，遊客可以透過參觀走廊同玻璃棧道，睇到嚟自全球23個國家嘅原料。呢間工廠由2012年開放以嚟，累積接待咗超過194萬人次參觀。成個參觀過程真係學到好多嘢。參觀完透明工廠，我哋就正式踏上回程。
單位復健個案，今次3日2夜嘅台山之旅真係玩到好盡興，一齊回顧下呢3日嘅精彩片段啦！玩水、浸溫泉、食黃鱔飯同五味鵝、打卡玻璃教堂，仲有打麻雀同參觀透明工廠，行程豐富到爆啊！如果中意呢條片，記得 like、comment、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。拜拜。秒速關注更多筍嘢，跟實領華旅遊社。